后来，过来这件车祸是发生伫台北的艋舺，一个男子要过大路，无行斑马线，而且佫啉酒醉闯红灯，结果互一台修理车甲弄着，昏迷送病院。当时伊是穿一领夹仔，面顶有印移民署甲副署长的字样。第一时间，民众抓准这位是大官员。 警方调查了后，讲毋是移民署的官员，也毋过讲这个歹地址，进前佫捌假做是前副总统卢秀莲办公室的成员。穿乌色的夹，手挂塑胶袋，规人徛无啥会知，完全嘛无咧看车红灯，嘛无看敢有车来，就直接过车路。银色的修理车根本就被护闪，直接撞对，查某人转红夹入车卡。这有点惊讶，就是什么钱那么多？查某人老血老地倒伫涂骹，身躯顶也有真高的臭酒味。也毋过详细看，伊穿的迄领夹顶冠印移民署3字，佮有副署长的职位和名字。 敢讲是大官？我不知道他是用走还是用跑的，我看到他来不及，我有动工啊的，他都没有撞到他倒的时候。没有在斑马线上。没有啦。修理车的挡风玻璃拢变做畸形的，都知影拢甲偌大力。代志就发生伫今仔日半暝1点外，台北市艋舺和平西路3段和5châu街口。 当时姓帮的查甫人去阿公店领完烧酒，无乖乖行伫斑马线，搁冲红灯，却互要去新庄在海山的驾驶弄着。警方结果发现，伊身躯顶穿的迄领移民署的夹，和正版的比起来，字体无同，嘛无下楷英文字，根本就是假。恐会触犯刑法第159条，公然冒用公务员服饰、徽章或官衔者。 处15000元以下罚金。移民署也回应讲，姓帮的查甫人毋是移民署的职员，穿的嘛毋是移民署公家发的个夹，是讲伊早就毋是第一遍用假身份，真正甲捌印前副总统卢秀莲办公室的名字，去互卢秀莲踢破。卡数只是单纯的角色扮演，这无问题。要毋过若是卡大马细饭官细，就爱细致会互正牌的官员上班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